香港企業負責人李偉權最近需要為廣州南沙大江鎮嘅項目申請用電報裝。以往呢一類業務要親自返到內地辦理，但而家香港設置咗廣州南沙政務自助機，大大節省時間成本。我喺香港係非常方便嘅，因為節省咗去往返南沙嘅時間啦，咁亦都方便好多啦。目前香港6大核心商務區及新界社區中心已設置相關自助機，用戶可以辦理電費查詢、繳費、用電報裝、開電子發票同申報新能源項目等20幾項業務。未來我們將進一步探索拓展電費跨境結算、綠色能源交易等功能，進一步助力大灣區打造無差別的公共服務網絡。近年嚟，廣州南沙持續深化大灣區跨境政務合作，目前已實現包括企業註冊、稅務、社保、不動產等超過120項涉港澳高頻政務事項零出關辦理。